長嘅路上，壓力同煩惱都係不期而遇。我哋相信科技不該係冰冷嘅工具。今日我哋要重新定義青少年心理健康守護嘅方式。小林，介紹自己。我是小林，你的專屬零基守護者，首款為青少年設計的心理健康 IoT 設備，通過3大核心技術，向朋友般理解你、陪伴你、守護你。第一層守護虛擬心理治療師，內置高敏密核封，搭配 Edge Impulse 輕量 AI 模型，無需上傳雲端，它會根據我們嘅語氣、語調、語速等特性，在0.2秒識別6種情緒狀態，擁有快速並準確地分辨6種情緒的功能，包括開心、難過、憤怒、失望、平靜。設備會根據你當時嘅狀態，主動俾你一啲回應。例如，我們帶有興奮嘅情緒講一句：小林，我今天考試考了95分呢。你的心情看起來很好哦。第二層守護睡眠分析師，我哋嘅產品更帶有60G 毫米波生物雷達、穿透皮，持續監測心率、呼吸同心碎週期等參數，每日生成專屬嘅睡眠報告。同時，我哋嘅設備通過 Adreno IoT Cloud 記錄我哋嘅心情，上傳到雲端，我哋可以通過平板隨時嘅觀看。第三種守護心靈對話網絡，青少年往往都壓抑情緒無處傾訴，現時越嚟越多人依靠着 AI 都越嚟越人性化，而我哋嘅發明都唔例外。我哋作為一個虛擬心理諮詢師，通過聊天和溝通治癒和陪伴着青少年渡過低谷。我哋設備通過麥克風收集數據，通過語音轉文字 API，將文字輸入到我哋微調 7D LLM 模型，模型將化身虛擬心理諮詢師，聆聽青少年嘅傾訴，並幫助他們擺脫情緒困擾。當睡眠連續異常嘅時候，佢會提醒你最近要注意睡眠狀況並給出建議。你最近的睡眠似乎不太好哦，深度睡眠時長有所降低，起床次數有所上升，翻身次數有所上升。當你的睡眠壓力逐漸增大，你可能會打瞌睡後感覺疲倦，這是身體告訴你該睡覺了。在白天你可以試試曬30分鐘太陽，睡前洗個熱水澡都可以幫助你助眠哦。同時，我們嘅產品採用了低功耗加大電池方案，5伏電壓下典型狀態下，整系統功耗僅105毫安，配合大容量電池，續航長達28小時。當檢測到心情持續、長時間唔高興嘅時候，佢都會鼓勵你。從清晨嘅活力提醒，到睡前嘅正面引導，從考試焦慮預警到社交壓力疏導，佢只一位永遠在線嘅知己，藏喺你嘅生活裏。科技嘅溫度，對於讓人更自由嘅成長，靈犀守護者，讓每個青春心智都可以被溫柔接住。